中央社华盛顿24日综合外电报道，美国政府一名高阶官员表示，副总统彭斯明天将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利马集团领导人峰会上，宣布具体步骤和明确行动来解决委内瑞拉危机。这名官员拒绝评论彭斯 （Mike Pence） 在利马集团 （Lima Group） 峰会的演说会宣布什么新措施。峰会期间，彭斯将会晤委国反对派领袖瓜伊多 （Juan Guaido）。路透社报道，彭斯与瓜伊多见面前，美国人道物资车队在委内瑞拉边界受到效忠委国总统马杜洛 （Nicolas Maduro） 的军队阻挠。美国及大多数西方国家已不再承认马杜洛是委国总统。这位不具名的高阶官员今天表示，昨天发生的事情不会阻止我们把人道救援物资运入委内瑞拉。他还告诉记者，副总统将宣布具体步骤，你应该期待他明天在利马集团演说宣布明确行动。译者陈彦君，108-0225。